2025年世界博覽會將於4月喺日本大阪夢洲會場盛大開幕，超過160個參展國家將帶嚟豐富多元嘅文化表演、藝術展覽以及最新科技與創新體驗。為咗等你輕鬆暢遊大阪世博，GBA 為你整理咗詳細嘅交通攻略。從香港出發，你可以乘搭 GBA 航班飛往大阪或者德島。世博期間，北道將開通直達大阪夢洲會場嘅巴士，票價從4000yen優惠至500 yen。巴士站位於德島站，車程約2小時。大家可以喺參觀世博嘅同時，亦能暢遊4國地區，一次過玩盡各個景點。關西國際機場都因應世博新設到夢洲嘅直通巴士，從關西國際機場離木津巴士站上車到夢洲第一交通駐運站，需時約70分鐘，方便又快捷。因應大阪世博舉行，大阪地鐵各個銷售站特設夢洲站選項。如果從大阪市中心出發，推薦從南海南波站乘魚塘根線至本町站，再換乘中央線至夢洲站，車程僅約40分鐘，輕鬆抵達世博會場。GBA 設有日本5大航點，大阪、德島航線帶你玩轉大阪世博。GBA 期待與你一起探索未來，體驗交通便利，開啟你嘅世博之旅啦！記得密切留意我哋嘅更新，到時一齊見證呢個世界級盛事。快啲 follow 我哋，同你分享更多精彩資訊同攻略。